继续来看这个中国最近一直用无人机来扰乱台湾。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针对这种亲门大户的行为，甚至是讲甲真唱秋，讲伫家己的领土咧飞，唔免大惊小怪。讲这种话是引起到台湾人的不满。退辅会主委彭世宽讲，都应该直接甲因的无人机甲拍落来。国防部长邱国正讲，国军会有所调整，有所反应。中国外交部发言，他说，飞到我们领土，飞到他们的领土，别大惊小怪，把它击落。退辅会主委彭世宽针对中国无人机一直来伫乱讲，爱甲拍落来，而且直接是因为中国真正是有够超过。中国的无人机到中国的领土上去飞一飞，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。赵立坚针对这款亲门大户行为，安尼伫讲，引起国人的不满。国防部长邱国正将这个无人机比论做七招啊，表示讲已经有新的应对的方式。我也可以讲，我放几个鞭炮吓麻雀，你到时候你也不要大惊小怪，但国军会有所调整。有所反应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国军有这个能力甲拍落来，表示讲会全力支持国军买新的装备。无人机这样来骚扰，还大张旗鼓向全世界去说他是怎么样子亲门大户，相信国军会用最适当的方式因应。与国军如有需要任何装备添购，也都会全力支持。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29日国安会简报中，针对中国无人机一直咧扰乱台湾，伊本身也未看到相关的报道，要毋过若讲报道属实，中国想要建立新的常态，美国未接受。经过了解，目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以及反制装备也未运送到前线，国军依然以发射信号弹甲赶走为主。有关新的处理方式，国防部也要伫研究。我是李一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